要互人苦读过的囡仔，伊成长路有偌辛苦，你敢知？带咱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，伊叫做阿文。阿文是一个被苦读的人，袂堪因老爸甲后母的苦读，离家出走，变成小基友，一直到警察伫粪扫堆边仔找到伊，才将伊带转去收容。即马已经24岁啊，伊决定留伫机构内面做志工，帮助更较侪被苦读的青少年。10年前，真善的阿文因为伫屏东街路流浪，和警方伫粪扫堆边仔发现伊的遭遇，才被公开。因为袂堪因老爸甲后母的苦读，一摆过一摆离家出走，搁捌为高雄流浪到屏东，偷摕银角啊，买食的物件，市区只能找公园、洗手的所在简单冲洗。我会去垃圾堆找东西。就是这就快1年吧。照顾阿文的社工回想讲，当初去囡仔厝内访视，就和囡仔被拍画面惊到。家访的时候，因为打了几次电话，然后都没有，然后我就直接打开那个门，然后就看到一个小孩被反手绑在那里，啊，我就想说怎么会这样？因为他就在那边被 K， 就是被打。一直到社会局将伊安置到收容机构，14岁阿文才脱离被苦读的日子。不过身心受到重伤的伊，到青云环境，未适应群体生活，心情嘛难以调整。所以讲，当时志工每一天透早拢找无伊，四界找才发现讲伊秘伫汤厝内底。虽然有社工温暖的陪伴，阿文同款想要逃走，搁捌用火烧保险柜，偷摕消费券，和志工争着金。逃跑无数次吧，没有算了。是有跟另外一个约好说要偷保险柜，然后先把保险柜拖出去，然后再打算要怎么开。阿文最后同款被找到，当时伊面临少年法庭，要判伊去感化院，还是中会收容机构。当开庭的时候，法官有问说，小孩你要不要带回去？那父亲就站起来，就是对法官说，这个小孩我不要了，我不会把他带回去了，然后转头就走出去。我们其实心里是真的很难过的。连真正老爸都无爱这个囡仔，真意外，收容机构用爱接回这个囡仔，一再包容，总算拍开伊，因为囡仔时代遭遇关起来心门。会开始跟我讲一些内心的话，尤其他慢慢大了之后，然后我们常常聊天的时候，他也是希望可以组成一个很好的，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啊，也希望感情啊，其实这些我都会觉得哇，很难得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身上，可以看到一个所谓的重建的一个样子。姐，感谢你，不客气。即马阿文已经24岁啊，真难想到讲，较早三角敢若排骨被苦读的人，即马变成机构内面的志工，陪伴有类似遭遇的囡仔做伙拍篮球。拍甲真欢喜，阿文就甲因大兄同款。被苦读人躲避机构收容时，往往拢真恬，无想要讲话，像读过伊这个小熊。细汉时，和因后母苦读，最后被收容，直接拄到志工阿文。会觉得比较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他跟你讲一些道理，你听得进去吗？听得进去。较早找无归属感的小熊，慢慢啊找到厝的感觉。伊真爱煮食，心款的食材到伊的手内，拢会使变成一道的美心。规桌顶料理有够香，放学转来囡仔陆续回到收容机构，上爱期待就是会使食饭，会使有囡仔建立自信，感觉重新被爱甲接纳，嘛好真侪伫危险边缘的囡仔走向正道。因为这款的收容机构无被附近社区接受，面临都要找所在搬厝的困难。我们目标是在地上建筑物的部分是1500万，然后让大家知道说，其实这些孩子是真的有需要的。机构的志工透过义卖拍拼的挣钱，也毋过离目标还真远。这真无简单安置落来囡仔，未来应该好起好强。机构希望讲社会大众应该因斗相共，或者囡仔应有一个查封挡雨的厝。